你可能唔知中國有個城市叫捧阜，不過你一定聽過大禹治水，抑或楚漢爭霸。冇錯，呢啲都同捧阜有關。今日我嚟到捧阜市博物館，穿越翻桑敦先民嘅生活場景，佢哋用簡單線條記錄日常生活，甚至可能係文字嘅錯影。而鎮館之寶喺呢個發出神秘微笑嘅國家一級文物，已經有7300年歷史，亦都係中國最早嘅陶塑人頭像。嚟到20世紀，津浦鐵路改變咗捧阜嘅命運，成為當年嘅移民城市。加埋淮河嘅地理優勢，一度成為區域中心。歡迎嚟到1930年嘅安徽捧阜二馬路啊！解放之後嘅捧阜，工業發展快速，麵粉廠、玉聯廠等進一步推動經濟，人民嘅生活亦都豐富咗好多。不過依家捧阜更加出名嘅係呢個三件套，即係燒餅、紅豆酒釀同埋小龍蝦。依喺香港好出名嘅淮揚菜都同呢度有關，下一集就會講到啦。我係夢想環遊世界嘅 Daniel Pop，仲有邊啲地方好玩啊？follow我咪知咯〜